cosplay 有嘛嘅好搞？搞 cos 嘅年啲數碼街，靠搞 cos 要路行麼？分享时光2禮拜 cosplay 好唔該？怎么讲？接触 cosplay 以前我很胆小，但是接触之后就是比较能够开放 open， 自信而已吧。珍贵就是自信啊！如果真的没有接触到 cosplay， 我也不会去化妆这样。为什么花大钱又花时间，甚至还可能被家长骂，还是要 cosplay？ 是否现实世界没有朋友才当 coser， 到动漫里找慰藉？节目现场，我们大家绕墙走，天安有血，反派太魔王，Diablo。今天小记者来到台大体育馆来参加半年一次的 CWT 同人展活动。这次的目标有3个：一，要遇到很多很厉害的摊主；二，要遇到很多很厉害的 coser；三，花钱不要超过1000块。那么这是4次许下的3个愿望，希望都可以达成。CLS Camp，Let's go！ 入面係 CWT 同人之展覽，由通媽咪自家來一片擺攤。沒有角色扮演嘅 coser， 靠佢哋出嚟上海看展，還上海訪問你哋哦。早上7點就來，然後你可能爬起來時間還比上課還要早，然後在這邊大排長龍，你還要站了那麼久你才能進去，那你為什麼會願意來這裡排隊？就是因為這邊有很多自己喜歡角色啊，自己喜歡的 coser 啊，就是愛的力量，你知道？就愛吧，沒錯，就是愛。來這邊的目的是什麼？就是看自己喜歡角色的 coser，還買自己喜歡角色的周邊，一切都建立在自己喜歡的角色身上。我今天一定要買到殺戮天使再可的東西。我今天一定要買到沙天，還要看 coser。今天我一定要買到那個雷愛的東西。哦，但係研究總算做得入場咧，一條攤位嘅攤主本身就係粉絲，佢條留中意嘅動漫，就自家想愛嘅改編畫出來。韓國做成了相關嘅商品，靠佢哋切到自家當中意嘅攤位，對攤主做了一場粉絲給粉絲嘅訪問。你們對一個角色的愛，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呈現呢？這些原作裡面看不到的，因為我們會畫畫，所以想要借由2次創作的方式，把它表現出來，然後讓更多人看到，甚至可以找到一些同好。除咗攤主一種2次創作嘅動漫粉絲以外，角色扮演者咪就係 coser， 就算係另外一種動漫粉絲咧，靠佢哋上來訪問都滿意的呢。對，這邊這位是中野對吧？然後您是太宰，為什麼會選擇用 cosplay 的方式來展現出對角色的愛呢？就是像我的話，就是基本上就是跟 coser 們拍照，然後買他們的周邊，但是基本上不會選擇 cosplay。那為什麼2位會這樣選擇？對我來說，就是完成一個夢想吧，就是能夠成為這個角色，就是我想成為他，然後我想以他的視角活在這個世界上，試着感受一下，大概是這種感覺。我可以不要回答嗎？cosplay 這件事，我覺得它都是對一個作品表達出就是熱情跟喜愛的一種方式。那不管是繪圖還是寫文，或者是 cosplay， 我覺得這都是一樣的，只是每個人他喜好不同，然後想要做的事情不同，那樣子。對，所以單純就是因為喜歡 cosplay， 所以就用這種方式呈現。一條 coser 為到總是表現出自家中意嘅角色，是係使得簽到精神，留氣力嘅哦。接下來棚內還有一隻 surprise， 等等 say 我嘅哦。家下的 VCR 地圖按看到調侃你同一度台台同音劇嘅現場，不過你係冇算乜嘅，因為根本就節目現場，我們大家繞牆走，天安有血反派太魔王 Diablo。
我看 Diablo 都盔甲大侠的真面目，你念起转来。莫翻译，刚因看到 Diablo 大侠，先爱选条动将的骷髅阿姐。首先，刚才我们大家的表情，你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们都有一点被吓到。哦，其实我看不见。看不见，正是需要你解释一下，在我们旁边这个 Diablo 这个算是盔甲吗？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小欧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更认识他一些？像这个材质应该看不太出来是什么吧？看得出来嘛？这是你们书局就买得到的东西。这个是纸，用纸做的。像这边就是布料，然后我就会去想说要去怎么处理它，然后让像这种。这个叫做比较生物的质感，这个是你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吗？猜得出来吗？卫生纸。哦，它还能这么耐久。卫生纸，然后再加一些那种涂胶，我们是用乳胶去做，对。所以这是你本身的专业。我目前的职业是服装道具，对，服装道具师，然后也包含一些 cosplay 造型，对，像是帮素人打造一整套的造型，也是我目前的工作，像妆发或是假发，或是像这样一整套的盔甲衣服，就我都会帮他们制作。我比较好奇，这样一套下来，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服装不管什么这样一类下来，大概都花了多少钱？像这一整套大概可能才1万出头。来，1万觉得贵的请举手。你们一定觉得贵。不过如果这个外面的行情可能要超过10万，对，因为说我想去因为我们买一套。对，如果你想要定做一套的话，可能至少也要个5、6万以上，因为刚1万讲的是材料费，是，那你的工时都没有算。3个月，刚才骷髅姐姐说她花了3个月的时间，工时是另外的成本。接下来，你的手还有动作的问题，来谈一下。这个问题係乜嘅？從台節目來看一下。为什麼花大錢又花時間，甚至還可能被家長罵，還是要 cosplay？針對呢個問題，請到現場嘅骷髏阿姐之前來談一下，年紀係強係後生嘅 coser， 記得你慢看。也記嘅郭仲生，讓嘅上愛去做角色扮演哦，來談看下咧，記得讓嘅講。約會大作戰的狂三，我很喜歡他的個性。他就是表面上看起來很兇，但其實他有友善的一面。因為我喜歡他，想要某些方面變得跟他一樣。他是《刀劍肉》裡面的其中一個角色，叫三郎切波光。我跟他說算是比較喜歡宅着，就是不想動那種。可是更相像的是，因為我們兩個人的氣場吧。我比較不喜歡跟就是人講話。我在真實生活裡面是太喜歡自拍，還是就是拍照的。我太喜歡自己素顏的樣子。啲 cosplay 嘅發通點喺度，請期待乜嘅事情哦。就是很希望有人來拍我這樣。在那個被拍的時候，當然就是覺得說自己扮的角色被很多人認同，然後自己扮演這個角色可以讓更多人就是知道這個角色的個性啊、喜好這樣。又因為這樣，所以我開始走上了 cosplay 這條路。原來郭仲生做角色扮演，後輩嘅統計係對性感度淺深嘅素材出發嘅哦，讓想象嘅咁有無窮樣咯。我啱看到阿哲嘅大提問之後，發現你喺啲 coser 又係從自己好嘅角色出發，又係從自己強嘅個性強弱，從自己下強嘅地方來出發。現場小歐看了這些年輕的 coser 之後，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就是我想要問說，為什麼想要當 coser？為什麼？很基本的，為什麼會要當一個 coser？要從我第一次去同人展說起。那時候我也是國中，然後剛開始接觸動漫的東西。那一開始你會碰到的東西，大概就是你想表達對作品的喜歡的話，
很多就是写文章或是画图。然后在我第一次去同人展的时候，我才看到了所谓的 cosplay，把2次元的角色就是画成3次元，就让我觉得说，原来是有这样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角色的喜爱，或者对这作品的热爱。就是你刚才有说到是从差不多国中开始有发现，就是有 cosplay 这种东西嘛。那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是你是知道当下，就是可能隔年或是之后就马上想要去做，还是你有再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去付诸去做？可能就是去扮演，就是去玩 cosplay 这样子。我还记得那一场是7月，然后我8月我就马上生了第一套衣服出来，因为就真的是行动派的。对，就是很兴奋，说哇可以这样做，我觉得很棒，我就想试试看。然后我就开始从买现成的衣服开始改，然后那种布啊也不知道哪里买，都是什么材料不知道哪里买，我就剪自己的旧衣服，就不会裁缝纫机，什么都不会，就拿双面胶这样一条一条的把那个花纹贴上去。这我第一套衣服是这样做出来的。为什么会想要 cos 这个角色？说迪亚布罗吗？因为我喜欢。为什么喜欢？哪里吸引你？因为其实我很容易就是被一个角色打中我的那种心里喜欢的地方。像这一套，就是像这个角色，我就特别喜欢他的，就是不是人类那个外形，我很喜欢这种脚，很喜欢这种脸。虫吗？对，就是那种恶魔的形象。对，我就很喜欢这种非人类，所以这套也算是我就是这辈子想完成的一个角色。注意力到我这边来哈，我也有问题要给大家。请问你有没有喜欢某个人，就像 Crow 姐姐一样，喜欢 Diablo， 喜欢到想要变成他？那有可能是男生的他、女生的他，或是动物甚至植物的他。2位举手，我们请聪明先举手，先回答。我很喜欢哈利波特，所以我会很想要变成他。对。然后我为了想要变成他，我有去买他的围巾，那个红黄条纹那个围巾。其实我很想要买全套，就是什么帽子，然后魔杖啊，然后那个什么斗篷。我也是哈利波特，然后我有那个斗篷跟魔杖。我觉得我平常是不太会特别拿起来穿，但是我觉得如果有那个场合、那个机会的话，我就是像是假设有什么活动，或者是在环球影城不是有那个场景嘛？如果在那种环境之下的话，就会很想要装扮全副武装试试看。当环境有那个气氛的时候，再穿这个就感觉好像我真的变成电影里的人物的这个感觉。接着，接下來呢看小題問題，你啊填一題小題題目，我冇乜解咧。是否现实世界没有朋友才当 coser， 到动漫里找慰藉吗？我先澄清哦，不是你大家，是身边的人。对，来，一樣，強嚟談一下後生朋友有冇看呢個問題？謝謝，我也要合照。coser 喺現實嘅世界度咁冇朋友喏。先來看下咧 ，coser 來到 cosplay 嘅場合度，按樣嘅來熟悉對方喏。就是你可能會在場次的前幾天，然後放上自己當天可能會出什麼角色，然後就是看你是要丟在社團或者是丟在自己的 FB 的動態上面，然後大家就會知道，你知道你當天要出什麼樣，然後那當天就是遇到了，就是會交換卡片、名片啦，或者是自己手繪的卡片之類的。然後還有可能有些人會給糖果。好哦，我們繼續走，繼續走。希望今天有什麼收穫？期待遇到更多同好。我期待更多攝影師的。同好，我比較期待同好。第一次進場好像2月吧，第一次就覺得說，哇，好多人哦。然後這個 coser 他出的好棒哦。然後好想要搭訕他，好想要加他好友之類的。啊，今天來的話，就會覺得說，好像每一次來，每一次的人都不一樣，又交到更多不一樣的朋友，很開心。cosplay 見嘅朋友，留學教同學，咁有乜嘅冇 Q 喏？來談看下咧，記得樣嘅講。我是覺得，就是這邊的人都蠻溫柔的。就不會像學校的同學一樣就很兇吧，就是
因为兴趣不同，所以他们就会很凶，但是就是不太能亮起。我觉得学校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你会让你认识其他人，其实让你就是被其他人欺负这样。那 cosplay 开心的话是很多啊，因为我在这边会认到更多的朋友。唐铁记得嘅分享，伊常有同样兴趣嘅人，还好做朋友哦。唔知道样嘅咧，啵。刚才谈到聊到 coser 功啊，就是好像在现场他可以找到像是同伴，然后也因此而获得了友情。那我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张宇少的问题，是不是现实生活当中找不到的归属感，要在这个 cosplay 的过程当中来满足这个需求？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同好，你都喜欢动漫，所以某方面来说，你们就是你在动漫圈里面找到的朋友跟你是很相似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会觉得有归属感的原因之一。不管从可能童年、从学校，或是再大一点高中、大学的朋友，或者是甚至出社会的那种大叔啊，什么都认识。那我们的那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动漫，都喜欢同一个作品。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凝聚在一起，这是我那时候觉得很喜欢这个活动的原因之一。因此跟这些陌生人不但有了交集，而且这个交集占生活当中或许还蛮大的一部分。我想问，就是你在这一路，玩 cosplay 的路上，这一条路上，你有没有遇过别人的异样眼光？那你是怎么去调整那个心理的状态？其实我算是运气很好，对我运气很好，就是我这一路上没碰到什么很奇怪的人或是坏人。因为有时候还是会听到人家说什么被欺负啊，就是到哪都被霸凌啊，然后才去玩，结果也是被人家怎么样。但是我算是真的运气很好，因为我身边的人大部分就是跟我一样，就是小仔仔。我们班也都是一群就是喜欢动漫的人，但是多少会有人觉得哈，你这是一些仔仔在玩这些东西，真的是不懂你们在想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没什么，这就是我的兴趣，那我也不在乎他们怎么想。因为我就是把自己做好。接着换我，一样要问大家，有没有你们的兴趣，在你所处的团体、在班上是找不到认同的？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就其实我的兴趣是动漫嘛，所以当时一开始国一刚分班到班上的时候，会发现说1/2以上的人喜欢的是韩国文化，但我并不了解，而且韩范，也没特别喜欢。可是他们的话题就是在班上一丢下去就会大力发酵，然后所有人就是可能假设迷这个团体的就会开始他们歌很好听什么之类的。但是当我想要把这个话题丢下去的时候，发酵可能就是2、3个，而且你要在这2、3个当中找到谈得来的，是一件还蛮困难的事情。就是说我跟巧克力一样也是喜欢动漫，那其实在我们班上没有几个特别喜欢动漫的人。一样，就是我们班上一样也是喜欢 K-pop， 然后当时候我第一次进国一，然后要开始分小团体的时候，小团体真的就是在讲 K-pop 的事情。那我很幸运的遇到一群同学，就是说他们不干预我的兴趣，他们聊他们的 K-pop， 然后我如果想要讲动漫的时候，他也会听我们讲，而且会是很认真听我们讲。所以说，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既然这样子他们那么喜欢 K-pop 的话，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去了解一下他们到底喜欢哪些地方？那是不是我也有可能会喜欢他们？然后就慢慢这样子融入，有没有？所以我现在大概是 K-pop 跟动漫2边跑，2边都很喜欢。4比6吗？哪一边比重多一点？当然动漫比较多一点。还是动漫多一点？对。我们这个 part， 向上要用自己的小學提出問題，看你看小學提題問題乜嘅？会不会因为就是可能不满意现实中的自己，所以玩 cosplay？是不是因为想要逃避现实的状态，所以想要就是进入那样虚拟的世界才玩 cosplay？
你自己10几年来怎么看待我们小欧的这2个问题？不满意现实的自己和想逃避现实，其实我觉得2者都会有。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一段，就是这段时期啊。虽然我没有到很讨厌自己的地步，但是的确就是在玩 cosplay 的那个时候，就是在装扮上去的那个时候，我是充满自信的。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棒。你走进来是气宇非凡、威震八方的，我们都感受到那个气势。对，就会觉得说我这个时候我就要表现出角色那个感觉，然后在这个当下，我也会觉得很快乐，说我表现就是我能融入这个角色。我觉得我觉得很开心也好，会觉得很难得可以听到Kuro 姐姐她这样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有些人会觉得好像不敢承认自己要逃避什么东西，但是她可以借由 cosplay 很正面的看待，我确实某种程度在逃避一些我不想面对的事情。那最后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各位小欧，来展现这个得到认可，对各位这个小欧来讲，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吗？来，我先简单举手一下，觉得重要的请举手。7位里面，我觉得大部分我们这种青春期吧，这种年龄的人，就是获得认可，应该是目前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虽然说我自己也想要获得认可啦，但是我到现在还是不太确，就是我有这个想法，但是我没有去有一件真的实际的事情去把它做出来，所以我现在还在就是想我可能之后要怎么做这样，就是还在寻找啊。对，我能讲就是你一直有想要这个展现自己的意图，但你还没找到方法，或是找到适合展现的领域。对，我觉得我展现我自己自信的方法就是写东西，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多想法的时候，我就想要把它写下来。其实就是所谓同人文，从动漫或什么地方开始往外发想。但是你写的东西是在 FB 上这样公开的场域，还是只有你自己看得到的地方？自己看得到。有考虑公诸于世吗？会给几个比较好的朋友看，然后如果是原创的话，我就是每天看在联络簿上面，然后老师会给我回馈，我再给老师回馈，然后就是这样子的方法，一直写一直写。所以你确实从中得到了认可，然后你也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会一直做下去。对。一样胖度嘅小欧嘅，知道展现自家係一定重要嘅。佢安尼用 cosplay 展现自家嘅各種性，又會得到乜嘅咧？有學習的動力啊！我想要做得更好，我就要去學化妝。我想要把這個角色做得更完美。從最當初那個不會化妝、不敢亂走的那個蠢蛋，就是到了去年的2月多就開始慢慢會化妝，然後也因為一些事敢去搭訕了，至少不會那麼害怕走在人群中。怎麼講？接觸 cosplay 以前我很膽小，可是接觸之後就是比較能夠開放 open， 自信而已吧。珍貴就是自信啊，因為以我自己來講，我平常不太穿裙子，或真的我也不會，如果真的沒有接觸到 cosplay， 我也不會去化妝這樣。我一開始是非常自卑，然後自從就是玩 cosplay 認識了一些朋友以後，就覺得自己不是那麼的，就是看不起自己了。一條各種想搞 cosplay， 想法無窮用咧，未得到自信咧。電視機面頭前嘅人，也下輕用嘅看一條各種想搞 cosplay 喏。今天非常感謝 Kuro 帶着 Diablo 來到現場，也感謝各位小歐的分享。最後一點時間，容我多說2句話。你談到 cosplay， 我們如果把重點放在後面那個 play 上，它除了是一個展演，一個戲劇，別忘了 play 如果是動詞的話是什麼？玩 ，cosplay 玩。可是我們透過這麼多例子，或者說 Kuro 的例子，搞也在搞出詞我，搞也在變得最尾從 Kuro 圈日本做得落實的條路，係咪你也開始？各位觀眾朋友，尤其各位小歐，看睇搞也在要冇窮角度。以上係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下個禮拜6，我們的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社會時間無。